錦標賽嘅嘢咧話簡單可以好簡單，但係複雜起上嚟咧亦都係複雜嘅。要贏冠軍咧，就要不停咁交出好表現。當然呢件事咧知啊容易啊，做啊難嘅。今日咧雖然就係開幕嘅第一日，不過一開始經已係不容有失㗎啦。打氣聲可以話係震耳欲聾啊！觀眾經已做好晒準備啦。比賽已經開始，車路士對利物浦。C 朗嘅腳法咧，相信都唔使多講㗎啦。不過比起技術咧，更加重要嘅係佢嗰份自律啦，同埋嗰個心態。好多同年代嘅球員啦，就算未退休，射門啦，漂亮啦，好靚啊！由傳嗰腳到攞嗰腳，再到射嗰下，完全冇嘢可以挑剔。如果冇翻咁上下嘅視野啊，點會俾得到咁靚嘅傳球啊？攞到個好開始啊！哇！觀眾席啲熱度啊，又高咗幾度啦！龍門將危機化解。哇！門將一柱擎天出嚟立晒，穩陣啊！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唔錯啊，傳埋去啦！大門一腳，呢球靚喎！對手都未知發生咩事，經已話整多粒啦。有姿勢又有實際。車路士真係非常之善於反擊嘅，用咗嗰幾秒時間已經反手為攻入埋波啦。車路士領先2球咯，掂唔掂咧？完全唔收油，完全唔肯收手啊！好勁啊！呢球個 timing 都係 perfect 嘅，可以話係上咗寶貴一課啦。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專注噶嘛，一瞬間唔留神咪鑄成大錯。入第2球咯噃，3-0啦！呢場波越嚟越一面倒啊！嗱，對手而家就需要冷靜啲啦。問題係仲有冇時間啦嚇？位置唔錯，謝利美費林邦嘅傳中喎。個波目前呢就喺高爾彭馬嗰度啊！一腳長傳去到邊線嘅無人地帶，亞歷斯麥亞里士打舒夫真高，有機會傳波啊！大腳解圍啊！利物浦今場第一個角球，亦都係成場波嘅第一，跳得好高啊！追波啦喂！呢個波點追啊？呢球有機會啊！睇佢眼神啊，唔多高興，咁你都知發生咩事啦。利物浦，你應該知道，好似對住埲牆咁，你係咁撞埋佢都冇用㗎。謝利美費林邦，哇，係咪瞓着咗啊佢？得到個界外球機會。3先分，半場領先情況啊，相當之樂觀啊！組織得好好啊，睇下有冇成果先。甩開咗，喂，把握機會啊！入啦！哇，球員同班球迷都嗨到爆啊！喺嗰個位置真係點射都唔會失㗎啦，簡單過頭啊！呢個入球固然係配合好好啦，不過亦都因為對手嘅後防錯漏百出啊，反應太慢咯。係佢第2個入波嘞噃。而家邊隊有優勢？睇怕都毫無疑問啦，係嘛？睇佢把唔把握到呢個機會先，成功甩開啊！清走個波啦，即刻啊搶翻啦！踢完上半場咯，上半場經已係領先咁多，哇！仲有下半場要踢喎。車路士達成目標啦，咁節奏咧都好暢順，亦都踢得好有睇頭啊！嚟 keep 住啊！車路士喺上半場嘅表現咧接近完美啊嚇，完全係壓倒性嗰種一面倒嘅局面啊！
開始啦！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。幾靚喎個走位，傳中入到嚟，龍門話依時啦呢啲。都係時候試多啲花神㗎啦嚇，不妨可以試下喺中路俾啲長傳啦，嚟啲唔同嘅攻勢，睇下可唔可以啦，俾到波前面嘅隊友啦。後身洛夫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。高爾彭雅已經喺對方嘅心臟地帶度啦。今次唔得，快射佢！條門柱啊救咗守門員一命。哇！又成功守住啦。佐真奴係突破對方防線嘅第一陣球員，望住個側翼傳出去啊！揾到空位，傳波嘅機會，飛身跳起，夠晒穩陣，一擊即中啊！展開職業生涯新一頁。有機會拉開嘅比數啊，梗係要繼續把握啦。車路士大幅領先咯。大斯迪維奧空咗喎，而家點啊？呢一下夠晒睇頭啊！嚟啦，望喺入面，傳埋去一個好有機會嘅位置，斷針引線啦，好機會啊！入波，真係可以叫做雪上加霜啊！證明兩隊波嘅實力差距實在係太大。而家就冇晒面㗎啦，唔知佢哋仲企唔企得起翻身呢？呢段時間佢哋每一個動作都好有威脅啊！希望能夠再接再厲啊！呃就呃到人啦，不過連自己人都俾你呃埋。呢球波唔錯，睇下有咩選擇先，夠晒警覺。呢球唔錯啊，利維高維爾睇得一清二楚啦。車路士都仲可以換球員出場噃。祖奧柏度揾人走位，雲尼斯達來有機會射門啦！呢球入啊！今日全場最佳球員一定係佢啦啩！成隊波垂頭喪氣，話唔定仲有得衰啊！今場波嘅最佳球員怕且都係佢啦啩！我話佢今日喺龍門口嘅表現咧，真係冇得頂啊！完全搶晒鏡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